United Technologies 聯訊科技致力幫助香港中小企業透過數碼轉型，為佢哋嘅未來提供力量。我哋明白香港嘅中小企係香港經濟嘅支柱，但係仍然面對住威脅佢哋可持續發展嘅壓力。高營運成本、無效嘅客戶管理、唔靈活嘅會計系統同不足嘅財務透明度，只係其中幾個影響呢啲企業成功嘅問題。喺呢個 AI 數碼環境同競爭激烈嘅市場，數碼轉型到 AI 驅動嘅會計 AI accounting 成為必要嘅事。咁，我哋 AI accounting 可以提供啲咩呢？有咗佢，你就可以輕鬆咁將文件數碼化，將客戶數據簡化成有組織嘅 CRM 記錄、自動驗證文件，同埋透過商業分析準備進階報告。當然，呢啲全部都會透過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去完成。特別係 OpenAI 同 DeepSeek 整合到 Microsoft 雲端服務，同埋 Microsoft 嘅 Azure AI 文件智能嚟提取同分析資料。所有呢啲都會喺我哋嘅 AI 會計全日課程入面教。每個月星期六由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舉行。為咗鞏固你嘅知識，我哋亦都會喺課程結束嗰陣進行一個30分鐘嘅評估。嗰啲完成80% 合格嘅人將會獲得一個證書，作為官方 ABSS 課程嘅一部分。人工智能革命已經嚟到，我哋嘅人工智能會計課程係你數碼轉型旅程嘅第一步。你準備好未？